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啲咧，關於咧喺葡萄牙咧，若然你係一個房東啦，咁又係一個業主啦，租客咧準備移民葡萄牙嘅人士咧，朋友都遇到嘅問題。葡萄牙租約咧係究竟點嘅？咁一年嘅租約咧，3年嘅租約啦，通知期啦，究竟咧真係租客咧可以隨時4個月就即刻走？同時咧，葡萄牙政府最近推動咗一個好重要嘅政改啦，最符合條件住宅租金嘅收入咧，業主稅率咧會由原本較高嘅水平咧降到10%嘅。咁呢個措施咧屬於政府住房稅務嘅優惠方式啦。咁咧就目標係鼓勵更多業主將啲物業咧放出嚟收租嘅。其實之前咧同大家報道過噶啦，但係咧就依家咧，琴日咧係啱啱咧就生效，佢正式咧就喺憲文改咗，咁就已經生效咗。呢件事情咧就反映咗其中一個好大嘅方向，就係葡萄牙樓市唔係錯，而係咧錯嘅制度咧就需要改。如果講葡萄牙嘅房地產啦，咁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咧樓價太貴啦，租金太高啦，一定係投資者炒起咗，一定係外國人嘅問題，或者係業主嘅貪心嘅。其實咧現實係咪咁簡單咧？咁我覺得唔係嘅，葡萄牙市場咧本身唔係錯，其實咧只不過係反映嘅供求嘅啫。呢個地方咧好多人想住，而房屋嘅供應唔夠咧，咁租金咧自然會上升嘅。如果業主出租咧嘅風險太高嘅話咧，收樓難啦，稅重啦，法律責任好多嘅話咧，好多業主咧都寧願咧係吉咗佢，亦即或者咧係轉用其他用途嘅。所以問題咧唔係淨係單純咧講於關個市場，係問題個制度有冇令到咧更多嘅房屋咧可以安全合理有誘因咁咧俾人咧係放長租。講翻租約啦，喺葡萄牙咧普通住宅咧就1年嘅合約咧係可以嘅，3年嘅合約咧亦都好常見。但係咧好多租客咧就有一個誤解，就係因為咧簽咗1年租約咧就可以隨時4個月通知就走人，唔係咁簡單嘅吓。根據葡萄牙嘅租務嘅規則咧，如果係1年或者以上嘅固定期限嘅住宅嘅租約咧，租客咧通常要等到咧合約過咗1/3咧先之後可以走嘅。簽約之後咧即刻話我4個月走，唔可以咁講嘅。所以咧比較準確嘅字眼嚟講咧，就係咧租客咧一定要住滿合約1/3，而可以120日之內提前通知。如果係1年嘅合約咧，就實際上咧最少要住咗8個月。如果係3年合約1/3咧就1年啦。咁租客咧通常要住滿1年之後提前咗通知。呢個對業主好緊要。如果合約咧寫得唔清唔楚咧，租客以為自己咧隨時4個月可以就走噶啦，通知咗就走噶啦，以為咧業主咧就以為咧對方咧最少要租1年，咁最後咧都有爭拗嘅。唔租唔續約同提前租唔續約同提前終止咧又另外一樣嘢嚟嘅。如果租客咧只係為咗合約完結時咧唔想續租，而合約咧係1年以上咧少過6年嘅話咧，一般通知期係90日。如果業主咧如果唔想續約嘅話咧，對於1年以上或者少過6年合約咧，通常提前咧120日通知租客，佢哋有3個月嘅通知期，你哋就有120日嘅通知期。住宅租約咧對租客咧有一定嘅保護，好多情況之下咧，業主咧第一時間咧就反對個續約，未必可以令續約咧第1年就真正完結。法律有3年保護期嘅，對業主嚟講咧，唔係我簽生1年就一定1年可以即刻收樓，我簽1年就可以隨時4個月通知走，兩邊都要明白法律嘅框架。咁點解咧？我同租約咧，同10% 嘅業主嘅租率嚟講咧，一齊講啦吓。兩樣嘢咧都同一個核心嘅問題。葡萄牙咧要解決咧住房嘅問題，唔可以淨係怪業主，亦都唔可以咧單靠咧係打壓咗市場。如果政府咧想更多業主咧係願意出租嘅話咧，制度咧要合理。第一，稅咧就要合理啦。咁如果業主租金咧收稅咧太高嘅話咧，扣完稅啦、維修啦、嗰啲管理處啦、保險啦、空置期啦、賣租客嘅風險之後咧，其實回報率咧未必咁吸引嘅。第二啦，法律要清晰，主需要知道咧，如果租客唔交租、壞物業或者突然間離開咧，自己有啲咩保障？租客亦都要知道咧，如果自己居住權咧有啲咩保障，唔會突然間被趕走。第三，房屋嘅供應要增加。如果咧建築審批慢啦、牌照慢啦、翻新嘅成本咧非常之高啊，而市場咧亦都自然咧係供應不足嘅。供應不足咧最受害咧就係普通嘅租客同埋普通嘅家庭。所以咧葡萄牙嘅市場咧唔錯，而市場咧只不過有問題出現咗。真正要個改嘅制度咧就係稅制啦、租務法啦、佢個審規嘅時間啦、城市嘅規劃啦，或者咧政府處理咧住房嘅政策嘅態度。咁所以咧，我覺得佢10% 嘅稅率咧係方向非常之正確嘅。因為如果你咧想業主將個物業放出嚟長租嘅話咧，你要咧佢有一定嘅合理嘅誘因，唔可以話咧一邊話租盤唔夠，咁一邊咧又令到業主覺得咧出租嘅風險非常之高，稅重又麻煩好多。所以咧同時呢個政策咧其實夠唔夠嘅咧？我覺得未必夠嘅吓，因為咧稅率咧降低咧只會有一個
嘅第一步嘅啫。如果咧收樓嘅程序咧非常之慢啦嚇，如果租約咧規則咧仍然咧非常之好多唔同嘅爭拗啊，令雙方誤解嘅話咧，建築牌照咧又要等幾年喎。咁市場供應咧真係好難咧真正咧增加嘅。所以我嘅觀點好簡單，葡萄牙嘅樓市問題變咗咧，業主錯、外國人錯、投資者錯。真正嘅問題係咧，葡萄牙要一個更加成熟、更有效率、更平衡嘅住房嘅規則。一個好嘅制度應該係保護到租客，都係尊重到業主，而鼓勵長租、增加供應。咁如果咧制度設計得好咧，自自然然咧業主咧就願意出租啦，租客亦都會更多選擇嘅，市場咧就更多穩定。咁啊，如果你個制度設計得差咧，當然咧無論點樣鬧市場咧，房屋咧都唔會自動變多嘅。老實講咧，最近咧我係睇到租金跌咗落嚟嘅，係因為呢個10%，尤其是啱啱呢幾個月2026年咧真係跌咗嘅，我睇起碼跌咗10%嘅嚇。咁啊，葡萄牙嘅正係咧係咪因為我哋所謂嘅 speculative market 咧？其實我覺得咧依家老實講咧，呢兩年嘅 market 咧都係所謂嘅 speculative market 改先價，所有嘅租金咧都係好浮動，亦都好多租金咧係非常之不切實際嘅，太高。咁如果咧呢個租金喺葡萄牙里斯本嘅租金去到咧係好多五大嘅城市咧，紐約啦、倫敦啦嗰啲咁嘅租金嘅價位嘅話咧，我咁已經係非常之唔實際嚇。咁所以咧，如果你大家咧中意咧想聽多啲咧，我哋葡萄牙咧投資啊，或者所謂喺度退休嘅生活啊，或者咧所有好多法例啊、房屋嘅消息嘅話咧，你不妨咧就我哋咧就訂閱一下，再見。